老伴先走一步，最難收拾嘅往往唔係屋企嗰幾件舊物，而係自己個心。人到咗某個年紀，身邊嗰個陪你幾十年，一齊捱過窮，一齊養大仔女，一齊鬧過笑過嗰個人，忽然之間冇咗聲，夜晚張床空咗一邊，食飯少咗一副碗筷，電視機開住到覺得間屋靜到有啲怕，嗰種空唔係外人幾句節哀順變就填得返。好多老人家第一個反應就係乜都唔准喐，佢着過嘅衫唔喐，佢瞓過嘅枕頭唔喐，佢病床邊啲藥袋、藥樽、毛巾、拖鞋全部照舊擺喺原位，好似只要啲嘢唔喐，嗰個人就仲未真正離開。我明白呢個唔係迷信，亦唔係傻，係一個人痛到未識得放手。可係我同你講，老伴走咗之後，有3樣遺物真係唔好長留，唔好亂留，唔好俾兒孫亂翻。第一樣，久病時貼身用過嘅舊衫、舊被、舊枕頭、藥袋、藥罐。第二樣，舊手機、舊信、舊相簿、私密筆記同一啲講唔清嘅舊信息。第三樣就係錢銀文件、房契、首飾、存摺、保險、借據、欠單同違誓線索。呢3樣嘢表面係遺物，背後其實係病氣、怨氣、舊賬同家宅秩序。留得好係念想，留得唔好就會困住生者，拖累兒孫。另一個本來可以慢慢安翻嘅家，愈住愈沉，愈講愈傷。老一輩人常講陰陽有別，唔係叫你怕鬼怕神，講白啲，即係生者有生者嘅路，亡者有亡者嘅歸處。做人有情，但情要有界線。懷念可以深，但唔可以將自己成個人浸死喺懷念裏面。儒家講慎終追遠，原文係《論語》入面曾子講嘅，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後矣。講白啲，即係人對逝去嘅親人要恭敬，要記得，要有心，但唔係叫你攬住一堆舊物唔放，日日喊，日日怨，日日令屋企人陪你一齊沉落去。真正嘅慎終係將後事處理得有體面，真正嘅追遠係將對方好嘅德行記喺心，唔係將佢病到最辛苦嗰啲痕跡擺喺廳、擺喺房、擺喺兒孫眼前。你諗下，一個人病咗幾年，枕頭吸住汗味、藥味、眼淚味，舊被可能係佢發燒、痛醒、失禁、翻身嗰陣用過，床邊一袋袋藥，見到個名就諗起佢，最後點樣辛苦。你話呢啲係紀念，但有時呢啲紀念太苦，苦到唔單止你自己頂唔順，連你個屋企都慢慢冇晒生氣。尤其老人家本身年紀大，身體弱，瞓得唔好，心又敏感，日夜對住呢啲病中舊物，好容易越諗越陰沉，越諗越覺得人生冇意思。到最後老伴走咗，你自己都好似跟住停低咗，兒孫想拉你翻出嚟，你又覺得佢哋無情，佢哋想幫你執屋，你又覺得佢哋嫌棄走咗嗰個人。就係咁，幾件舊物慢慢變成一家人之間講唔出口嘅怨氣。我以前識得一位觀塘河伯，70幾歲，太太陪咗佢40幾年，兩個人後生嗰陣捱過窮，住過板間房，做過工廠，後來仔女大咗，搬咗出去，兩老就留喺舊屋度過日子。何太臨尾病咗3年，最初係行得慢，後尾要坐輪椅，再後尾大半時間都喺床上面。何伯每日幫佢煲粥、遞藥、抹身，夜晚聽到佢咳一聲就醒，佢口硬，成日話冇嘢，兩公婆應份，但個人一年一年瘦落去。到何太真係走咗嗰日，何伯好安靜，冇大喊大叫，只係坐喺張床邊摸住太太瞓過嗰個枕頭，摸咗好耐。仔女以為佢一時唔捨得，過一排就會慢慢好，點知3個月、半年、1年，嗰間房完全冇喐過，床單仲係何太最後嗰套，枕頭凹咗落去，床邊放住幾包未食完嘅藥，
衣袋有啲已經發黃，毛巾掛喺床頭，拖鞋擺喺床邊，好似何太只係去咗廁所，一陣就返嚟。何伯每日朝早起身，第一件事就入房望一望，夜晚瞓覺前又入去坐一陣，有時仲同張空床講嘢，話今日落雨，話個孫考試，話樓下茶餐廳加咗價。你聽落可能覺得好心情，但心情如果冇出口，就會變成一個人慢慢困死自己。佢個女每逢星期日帶個孫返去探佢，初初都忍住唔出聲，因為怕爸爸傷心。後來個孫越嚟越唔肯入婆婆間房，甚至一經過門口就縮埋一邊，話有陣藥味，好唔舒服。個女見到啲藥袋同舊毛巾，自己都忍唔住喊，因為一見就諗返媽媽最後瘦到得返皮包骨嗰個樣。佢同何伯講：爸，不如我幫你執一執，留返一兩件有紀念嘅，其他真係唔好擺咁耐。何伯即刻黑面，話：你哋後生就係咁，阿媽走咗就想清晒佢啲嘢，係咪覺得佢阻住你哋？一句說話，個女眼淚即刻跌落嚟。其實個女唔係無情，佢只係睇住爸爸日日活喺病房入面，心痛到唔知點講。你話呢件事邊個錯？何伯錯唔晒，因為佢愛得深。個女更加冇錯，因為佢想爸爸活返出嚟。真正錯嘅係佢哋將留住遺物同留住感情混埋一齊，以為掉咗舊枕頭就等於唔愛，以為清走藥袋就等於忘記。其實唔係，愛一個人唔係一定要將佢最後受苦嗰啲痕跡日日攤喺眼前先叫友情。後來有一次，何伯夜晚喺屋企跌親，個女急住返去照顧，見到屋企又焗又暗，太太間房仲係成陣舊藥味，佢終於忍唔住陪住何伯坐低慢慢講。佢冇鬧，亦冇硬搶啲嘢去掉，只係同爸爸講：媽咪一世最愛乾淨，佢喺度嗰陣，張床有少少走都要拉平，啲衫有味一定即刻洗。你而家將佢病到最辛苦嗰啲嘢擺喺度，媽咪見到都未必安樂。你唔係要調走媽咪，你係幫佢留返一個體面嘅樣。呢句說話入咗何伯個心，佢沉默咗好耐，最後自己打開衣櫃，揀咗何太以前最中意着去飲茶嗰件淺紫色外套，洗乾淨，切好放入一個木盒，又揀咗一張兩公婆後生去海旁影嘅相，放喺廳個細細位置。至於病床邊啲藥袋、舊毛巾、舊枕頭、舊被，佢叫個女陪住佢一件一件收好，合埋雙手，輕輕講句：辛苦你啦，放心去。嗰日之後，間房開窗通風，床單換咗，陽光入返嚟。何伯唔係即刻唔傷心，但個人明顯鬆咗。佢仍然會掛住太太，但唔再日日守住病床。佢仍然會同太太張相講幾句，但講完會出廳飲茶、睇報紙，等個孫放學，打電話俾佢。你睇，清走嘅唔係感情，清走嘅係病氣、苦氣、怨氣，留低嘅先係真正虔誠嘅念想。好多中老年朋友聽到呢度，可能心裏面會唔舒服，覺得我講得太狠。其實我一啲都唔想你狠，我只係想你清醒。老伴走咗，第一樣唔好長留嘅就係佢臨病久病最後日子貼身用過嗰啲舊物，唔係叫你即刻全部冷走，唔係叫你喪事一完就大掃除，咁樣太急，對自己都太殘忍。你可以俾自己一段時間，可以喊，可以摸住件衫坐一陣，可以同佢講心事，呢啲都係人之常情。但過咗一段日子，你就要慢慢識得分，邊啲係值得留嘅紀念，邊啲只係困住你嘅傷口。值得留嘅通常係對方生前精神好、體面、開心嗰陣用過嘅物件，例如一件乾淨外套、一隻手錶、一張合照、一封溫暖嘅字條。唔應該長留嘅就係病中貼身嘅舊枕舊被、用剩嘅藥、染住病痛記憶嘅毛巾衫褲。前者留住人嘅好，後者留住人嘅苦。人走咗最怕就係在生嘅人分唔清好同苦，
日日攬住苦嚟證明自己有情，結果自己過唔返日子，兒孫返屋企都唔敢笑，成間屋變到好似一個未散嘅病房。第二樣更加麻煩，亦更加傷人，就係老伴走咗之後，佢啲舊手機、舊信、舊相簿、私密筆記、舊信息，甚至一啲你未必完全清楚嘅金錢往來、感情痕跡、人情舊腸，千祈唔好當成普通遺物咁，成家人圍住亂翻。病中舊物留得太耐，傷嘅多數係你自己個心。但私密舊物如果處理得唔好，傷嘅就可能係成個屋企嘅和氣。人一走，佢唔會再出聲解釋，剩低嘅文字箱、信息、收據、轉賬記錄就會變成在生嘅人自己估、自己諗、自己懷疑。你以為自己只係想留返一點回憶，點知兒孫一打開，睇到幾句唔完整嘅對話，見到幾筆唔清唔楚嘅錢，見到一張唔知幾時影嘅相，即刻就會喺心入面生刺。刺呢樣嘢唔係即日見血，但會日後一講起分身家，一講起邊個孝順，一講起邊個照顧老人家，就慢慢吉出嚟。好多兄弟姊妹反面，表面話係為咗一層樓一筆錢，其實根子早就埋咗喺某一次翻遺物、某一句舊信息、某一個原來阿爸以前係咁諗我入面。我同你講過荃灣陳太嘅事，陳太70出頭，老公陳伯走嗰陣80歲，兩公婆喺荃灣住咗幾十年，後生開個少少五金鋪，捱大3個仔女。陳伯平時唔係多說話嗰種男人，屋企大事多數由陳太出面，仔女買樓、結婚添孫，佢都係坐喺一邊聽多過講。你話佢唔疼仔女咩？又唔係，佢係舊派男人，疼人唔掛喺嘴邊，幫你俾首期都唔會講到自己好偉大，送你去醫院都只係話順路。就因為佢一世唔多解釋，佢走咗之後留下嗰部舊手機，就好似一個冇人鎖好嘅箱，入面乜都有少少，卻冇一樣講得完整。陳太最初唔捨得熄機，每日叉住電，手機放喺床頭，間中打開睇相，睇舊短信，見到陳伯以前傳俾佢一句今晚買菜都會喊。呢啲我完全明白，老夫妻之間最戳心嘅往往唔係情話，而係日常。可能有一日大女返嚟幫手整理啲電子賬單，細仔又想揾返阿爸生前一啲銀行信息，3個仔女就一齊打開部手機。起初都係睇相，睇到一家人旅行、飲茶、孫仔生日，大家仲笑笑口。點知再往下睇，就見到幾段同親戚嘅信息。陳伯曾經借過一筆錢俾一個外甥，又轉過幾次錢俾細仔，但冇講清楚係借定係俾。再睇落去，又有幾句同舊朋友嘅對話，提到大仔唔好太信老婆，二女其實最有心，細仔手緊唔好俾阿媽知。你睇幾句說話，可能只係老人家一時感慨，可能係某一日心情差，可能有上文下理，但人走咗，冇人補返嗰半句，於是每個人就用自己嘅傷口去解讀。大仔睇到嗰句，面色即刻變晒，覺得阿爸原來一直唔滿意佢老婆。大嫂知道之後，心入面更加唔舒服，覺得自己多年逢年過節返去煮飯買嘢，原來背後俾老爺咁樣講。細仔見到轉賬記錄，又急住解釋，話嗰啲係當年周轉，唔係私下攞着數。二女一聽就話：點解阿爸有咩都同你講，唔同我哋講？陳太本來坐喺一邊，只係想大家幫手整理，點知越講越大聲，最後由一部手機講到邊個照顧阿爸最多，邊個出錢最少，邊個平時返嚟只係食飯，邊個淨係識得講孝順。你話嚇唔嚇人？一個人走咗，本來最應該令家人抱埋一齊，點知因為幾段舊信息，反而將大家藏咗好多年嘅不滿全部撬開。陳太嗰晚瞓唔着，攬住陳伯個手機喊，佢唔係嬲仔女，
佢係忽然覺得自己留住嘅唔係老公，係一堆自己都控制唔到嘅舊賬。其實陳太錯，唔係錯在友情，錯在佢冇分清楚乜嘢係夫妻之間嘅回憶，乜嘢係應該交代清楚嘅資料，乜嘢係唔應該任由兒孫亂翻嘅私密。人一生咁長，邊個冇講過一兩句氣話？邊個冇一啲唔想攤開晒俾全世界睇嘅心事？夫妻之間更加係咁，有啲說話只係枕邊低聲講過，有啲不滿只係一時心翳，有啲金錢幫忙可能係老人家體恤某個仔女一時難處，未必真係偏心。但當呢啲嘢變成遺物，被人一格一格信息，一張一張相，一筆一筆轉賬咁拎出嚟睇，感情就會變味。尤其兄弟姊妹本身各自成家，各有壓力，各有自己多年覺得委屈嘅地方，只要有少少證據，好容易就覺得原來阿爸阿媽真係偏心。偏心呢兩個字係好多家庭最毒嗰支針，你唔講，大家仲可以扮冇事；一講，幾十年舊怨全部醒返，到最後老伴嘅手機唔係紀念品，變成一個火藥盒；老伴嘅舊信唔係回憶，變成一家人互相審判嘅證物。呢種傷唔係拜多幾炷香就補得返，因為傷嘅係人心嘅信任。儒家講家唔係單單講血緣，仲講秩序同分寸。所謂家和唔係每個人都冇秘密，亦唔係所有事都攤開講就一定好。家和係應該清楚嘅要清楚，應該保留體面嘅要保留體面，應該交代嘅錢銀文件就交代，唔應該俾後人胡亂猜嘅私事就唔好攤到滿地都係。好多老人家以為夫妻相處幾十年，對方走咗，佢啲嘢都係我嘅，仔女想睇就睇，冇乜所謂。唔係咁簡單，你要明白遺物有三層，第一層係紀念，例如雙手錶、常用嘅杯，呢啲可以留；第二層係資料，例如銀行、保險、醫療、屋企、密碼提示，呢啲要整理清楚；第三層係私密，例如同人之間未必完整嘅對話、舊情緒、舊怨氣、私人筆記，呢啲就要好小心。你唔好因為自己傷心就任由所有人一齊翻，你亦唔好因為想證明自己冇隱瞞就將亡者最私密嗰面攤晒出嚟。人活着要體面，人走咗都要體面，保住亡者嘅體面，其實亦係保住在生人嘅和氣。後來陳太冇再俾仔女各自攞住部手機翻，佢請3個仔女翻嚟，自己先講一句：阿爸走咗。佢講唔到嘢，我哋唔好再用幾句舊信息去審佢，亦唔好用幾筆錢去審大家。然後佢將需要處理嘅資料分開，銀行、保險、轉賬、親戚借貸，逐樣寫低，由3個仔女一齊確認。至於私人對話、舊相夫妻之間嘅信息，就由佢自己保存，唔再俾大家亂翻。佢仲同細仔講：如果嗰幾筆錢係借，就慢慢還。如果當年阿爸講過係幫你，咁就當阿爸生前一份心。但由今日開始，唔好再收收埋埋，免得兄弟姊妹心裏面有刺。大仔同大嫂嗰邊，陳太亦親口同佢哋講：你阿爸一世口硬，有時講嘢唔中聽，但佢有冇疼你哋，你哋自己心入面知。唔好俾一句唔完整嘅信息抹走幾十年嘅相處。呢番說話唔係即刻令大家完全冇事，但至少火冇再燒落去。幾個月之後，一家人再坐埋食飯，氣氛仍然有啲尷尬，但冇再互相質問。陳太自己亦明白，真正懷念老伴唔係守住佢部手機唔放，日日翻到自己心碎，而係幫佢收好最後嘅體面。唔好令佢走咗之後，反而成為仔女反面嘅源頭。到第三樣就係最容易令兒孫真正倒霉嗰樣。前面講病中舊物，傷嘅係生者個心；講私密手機舊信，傷嘅係一家人嘅信任。但去到錢銀文件、房契、首飾、存摺、
保險借據欠單、遺租線索呢啲遺物。如果老人家處理得唔清唔楚，傷嘅就唔止係感情，仲可能係兄弟姊妹幾十年親情，一家人往後嘅福氣同安寧。好多家庭本來唔算富貴，冇咩大產業，最多咪一層舊樓、幾件金器、一兩本存摺、幾張保單，聽落好似唔值得爭。可係人心就係咁奇怪，未婚之前大家都話唔緊要，一見到實物，一聽到數字，一覺得自己少咗，心裏面條刺就出嚟，老伴走咗。你如果將呢啲牽涉錢銀嘅遺物亂咁收、亂咁放、亂咁講，今日可能冇事，過幾個月、過一年，到真係要處理銀行賣樓分首飾還債嗰陣，所有舊怨就會一齊湧出嚟。到時唔係邊個迷信，亦唔係邊件遺物有邪氣，而係人心一亂，家就亂，家一亂，福氣自然散。我見過太多老人家，到老伴走咗之後，第一時間唔係整理清楚，而係怕仔女知道有幾多錢，怕兄弟姊妹知道邊個攞過，怕一講就爭，怕一分就散。於是佢哋就將存摺收喺舊衫袋，將金鏈藏喺米缸後面，將保單塞喺書櫃舊報紙入面，將借據同醫療單、電費單、超市單混埋一個膠袋。佢心裏面諗，唔講就冇事，等遲啲先算。你聽我講，錢銀嘢最怕遲啲先算，今日唔清，聽日就變糊塗。你在生嘅時候唔講明，第時你病倒咗，記性差咗，甚至自己都走埋，兒孫就會對住一堆紙、一堆物件、一堆唔知頭唔知路嘅數，自己估嘅結果，好少會估到善意，通常都係估到偏心，估到隱瞞，估到有人攞着數。尤其係老伴先走一步，剩低嗰個人，如果一時心軟，一時怕事，將財物問題拖住唔處理，最尾好容易將本來可以清清楚楚嘅事拖成一家人最難睇嘅局面。我以前聽過一個街坊故事，唔係咩豪門爭產，就係普通屋邨搬上居屋嘅家庭。阿叔走咗之後，阿孫一個人住，3個仔女都算孝順，輪流返去探佢。阿叔生前有幾件金器，一筆細細嘅定期，仲有一張舊借據，係當年大仔買樓時問兩老借咗10萬蚊。當年阿叔口頭講過，你有能力先還，冇能力就算，但冇寫清楚係借定係送，只係有一張紙寫住日期同金額。阿叔走後，阿細唔想講，因為怕大仔難堪，又怕2女3仔覺得唔公平，於是將借據同幾張保險信一齊塞喺床下底個鐵盒。幾年後，阿孫身體差咗，2女幫佢執屋，無意中揾到個鐵盒，一打開見到金器少咗一隻手磨，又見到張10萬蚊借據，即刻心裏面唔舒服。佢冇即刻鬧，但返屋企同老公講，越講越覺得阿爸阿媽偏心大哥。再過一排，3仔又知道咗，佢更加直接問大哥，你當年借嗰10萬還咗未？點解我哋唔知？大哥覺得自己被審，話當年爸爸講明唔使急，自己呢幾年亦有照顧阿媽，買冷氣換雪櫃都係佢出。2女聽到就嬲，話照顧還照顧，錢銀還錢銀。就係咁一張本來可以一句說話講清楚嘅紙，變成3兄妹幾年都食唔到一餐安樂飯。阿松後來好後悔，佢話我就係怕佢哋爭，所以唔敢講，點知最後爭得仲難睇。呢句說話真係好多老人家都要聽入耳。你唔處理唔等於冇問題，你唔講清楚唔等於保住和氣。好多時和氣唔係靠收埋，而係靠有規矩、有交代、有見證。錢銀文件最忌半明半暗，因為半明半暗最容易俾人填入自己嘅委屈。大仔覺得自己多年付出，細仔覺得自己被忽略，女兒覺得嫁出去就好似冇份。每個人都有自己嗰本槍。老伴走後，剩低嗰個人，如果唔趁自己清醒嗰陣，將真正重要嘅遺物分清楚，
日後兒孫就會幫你分，而且係用怨氣嚟分。到時你想叫佢哋唔好爭，都未必叫得停。易經入面有一句好有意思，原文係履霜堅冰至，呢句出自坤卦初六。講白啲，即係當你腳下已經踩到薄霜，就要知道更厚嘅冰凍快到，唔好等到地面結晒冰，收低咗先嚟後悔。用喺家庭入面就係好多大爭拗，從來唔係突然發生，兄弟姊妹反面，唔係一日之間變仇人，兒媳女婿心淡，唔係一件事就心淡。孫輩唔想返去老人家屋企，亦唔係冇原因。所有大冰最初都係一層薄霜，可能係一本唔知邊個名嘅傳節，可能係一件唔知俾咗邊個嘅金器，可能係一張冇講明嘅借據，可能係一份保單，受益人寫咗某個仔女，其他人完全唔知。老人家以為呢啲只係小事，覺得一家人唔使計咁清楚，但你要明白，一家人唔係唔使清楚，而係更加要清楚，因為一唔清楚，傷嘅就係最親嗰班人。有啲老人家會話講錢傷感情，呢句說話聽落好似好有道理，其實只講中一半。亂講錢梗係傷感情，談錢更加傷感情。但應該講清楚，而唔講拖到最後俾後人估仲傷。真正有福氣嘅家庭，唔係冇錢銀來往，而係錢銀來往有交代。邊啲係老伴生前送俾邊個嘅，邊啲係借出去嘅，邊啲係共同財產，邊啲係紀念品，邊啲係要用嚟辦身後事或者照顧在生嗰個。最好趁你仲清醒，慢慢寫低，揾信得過嘅仔女、親人，甚至需要時揾律師、銀行、保險公司確認。唔好靠一句你哋自己到時商量啦。你要知道，後人最怕就係到時商量，因為到時每個人都有自己家庭、自己壓力、自己立場，商量下，好容易變成計較下，好容易變成翻舊槍，翻到最後，連父母一世嘅辛苦都被幾句難聽說話蓋過晒，尤其老伴先走，剩低嗰位更加要穩。唔好因為心亂就今日應承大仔一樣，聽日又應承細女一樣。唔好因為邊個陪你多啲就偷偷俾多2件金器。唔好因為邊個講嘢惡啲就怕咗佢將重要文件交晒俾佢。更加唔好因為覺得自己年紀大，咩都唔想理，就將所有嘢塞埋一邊。你呢一刻嘅怕事，可能就係日後兒孫嘅是非。你今日唔敢講一句清楚說話，將來佢哋可能要用10年怨氣嚟補返。福氣唔係淨係靠拜神求返嚟，福氣好多時就藏喺規矩入面。你處理得清楚，大家就算未必人人滿意，至少有個依據。你處理得糊塗，人人都覺得自己有道理，最後就係人人都唔服。咁應該點做？我唔係叫你一夜之間將所有身家攤出嚟，亦唔係叫你乜都交俾仔女。人老咗，自己手上有少少錢，有少少保障係應該嘅，呢個係尊嚴。但牽涉老伴遺留下嚟嘅錢銀文件，你至少要做幾件實在事。所有重要文件要分類放好，銀行、保險、屋契、會黐、醫療記錄、借據欠單，唔好同超市單、舊報紙、藥單混埋一袋。你可以用幾個文件袋寫清楚銀行、保險、物業、借契、身後安排，擺喺安全位置。至少有一個你信得過嘅人知道。呢個唔係叫你俾人攞晒，而係萬一有事，屋企人唔使成間屋亂翻到最後翻出一套戲。貴重物品要有記錄，金器、玉器、名錶、老伴留下嘅紀念首飾，唔好今日俾一件，聽日收一件，自己都唔記得。最好影相，寫低來源，邊啲係老伴生前講明送俾邊個，邊啲係留俾在生配偶，邊啲係日後再分。你唔好怕麻煩，呢啲麻煩係小麻煩，將來爭起上嚟就係大麻煩。尤其金器呢啲價值未必天大，但好容易撼動人心。有人覺得媽媽隻手摸係情感，
有人覺得係錢，有人覺得自己照顧最多應該有份。如果一早講清楚，起碼少好多猜疑，有借有還，有送有講明。老伴生前借過錢俾人，或者幫過某個仔女，最好趁早問清楚，寫清楚，係借就寫明點還，係送就寫明係老人家生前心意，免得日後變成其他仔女心入面條刺。好多父母疼仔女，邊個難就幫邊個，呢份心本來好，但如果唔交代，就會俾其他仔女理解成偏心。你幫得人就要幫得明明白白，唔好一邊想做好人，一邊留下爛攤子俾後人。有爭議嘅物件唔好靜雞雞處理。好多老人家怕麻煩，見到仔女爭少少聲，就索性偷偷俾咗其中一個，以為咁樣最省事。其實最容易出事就係呢種靜雞雞。你可以唔公開所有細節，但牽涉大家都有可能在意嘅物件，最好有見證、有說明、有時間。就算只係一張紙寫低你嘅意思，都好過日後大家憑記憶炒。記憶呢樣嘢好容易偏向自己，尤其講到錢，每個人都記得對自己有利嗰部分。屋企可以有紀念，但唔好變成舊物親。老伴走咗，可以留一個小小紀念位，一張相、一件虔誠物件、一盞燈，心安就夠。唔好將成間屋堆滿紙箱、舊衫、舊文件、舊電器，搞到兒孫每次返嚟都唔知坐邊，亦唔敢幫你執。舊物太多，唔單止阻地方，仲阻住人心向前行。道家講少則得，多則惑，原文出自《道德經》。講白啲，即係人有時少一點，反而清楚；太多反而迷亂。唯物都係咁，留得少而精，係念想。留得多而亂就變成包袱，所以老伴俾你先走一步。第一步唔係急住忘記，亦唔係死守住所有嘢。第一步係學識用一個有情但有分寸嘅方式，幫自己同個家重新透一口氣。你可以揀一個天氣好嘅日子，開窗點一盞燈，唔使搞到好大陣仗，安安靜靜咁整理。每收起一件病中舊物，就喺心裏面同佢講一句：你辛苦完啦，我會好好過落去。每收起一段舊信息，就提醒自己，佢一生唔應該被幾句殘缺說話定義。每整理好一份文件，就係替後人少留一場是非。呢啲唔係背叛，係交代；唔係無情，係放生。放生亡者，亦放生自己。好多時兒孫所謂倒楣，唔係真係有咩怪力亂神，而係老人家長期困喺悲傷入面，屋企氣氛愈嚟愈沉。仔女一返嚟就內疚，唔返嚟又被人話無孝心，孫仔女唔敢親近，家人之間多咗避忌，多咗怨氣，多咗講唔出口嘅壓力。你唔清，佢哋又唔敢清；你唔放，佢哋又唔敢勸。到最後，一間屋明明有人住，卻冇人真正安樂。呢個先係最傷福氣嘅地方。講到尾，老伴俾你先走一步，最要緊唔係你留低幾多件嘢，而係你有冇將呢個家由傷心裏面慢慢扶翻穩。病中舊物要清，係為咗唔好日日困住最苦嗰一幕；私密舊物要慎重，係為咗唔好令亡者走後仲被人審判，令兒孫互相猜疑。錢銀文件要清楚，係為咗唔好將一世親情輸喺幾張紙、幾件金器、幾句冇講明嘅說話上。你話呢三樣遺物係咪真係會令兒孫倒楣？我同你講，所謂倒楣，很多時唔係天跌落嚟，而係人心散咗，家宅亂咗，怨氣深咗，福氣自然留唔住。一個家最怕嘅唔係少錢，係少咗信任；唔係少咗一個人，係剩低嗰班人。因為佢留下嘅嘢從此唔再親。真正有智慧嘅老人家唔係無情，反而係最有情。因為佢知道愛老伴唔係將所有痛苦痕跡留到發霉，愛兒孫唔係乜都唔講，等佢哋自己猜。愛呢個家唔係逃避錢銀，而係趁自己仲清醒，將應該交代嘅交代好，將應該放低嘅放低，
將應該留念嘅留得虔靜體面。亡者已經走完佢嗰段路，在生嘅人仲要繼續行。你幫屋企清一清，唔係清走感情，而係清走混亂。你將文件整理好，唔係計較，而係留規矩。你將舊怨收住，唔傳落去，唔係隱瞞，而係慈悲。佛家講放下，唔係叫人冷血，而係叫人唔好攬住痛苦當寶。儒家講孝，唔係叫人日日喊，而係令祖先有體面，令後人有秩序。道家講不爭，唔係乜都唔理，而係唔好親手種低日後爭嘅因。如果你屋企都經歷過老伴先走，或者你身邊有長輩正困喺呢一關，我想你記住一句：遺物可以留，但唔可以亂留；思念可以深，但唔可以困死自己；錢銀可以少，但交代一定要清楚。人老咗，最重要係安，亡者安，生者安，兒孫安，間屋先有安穩嘅氣。你今日願意清一件苦物，收一份舊怨，整理一袋文件，可能就係替自己同後人當咗一場是非。唔好等到薄霜變堅冰，先至後悔當初冇早啲處理。如果你聽到呢度，覺得呢番說話對你有少少提醒，記得幫我點個讚，訂閱呢個頻道，亦可以分享俾身邊有緣人。你一個小小動作，可能就係將一份善念傳出去。如果你願意由今日開始對亡者多一分祝福，對生者多一分清醒，對屋企多一分安穩，就喺留言區留低一個安字。願走咗嘅人安息，留低嘅人安心。兒孫少一分怨氣，家宅多一分福氣。我哋一齊善念共振。